目前，中国企业对越南水果需求量很大，特别是水果加工，这是个很好的机遇。我们公司也在大力发展水果加工业务，以满足中国市场需求。与越南东方食品公司签约，我们希望呢有更多越南的优质的海鲜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，也希望通过这次的经贸洽谈，加强中越两国的合作。成功的签订160吨燕窝，价值20亿元人民币。接下来我们公司将加快步伐，把160吨越南燕窝采购回国内市场。下一步计划在这个中越跨境物流基础设施这个投资项目开展合作。